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2篇，阿摩司书第9章11节到15节，路加福音第7章31节到3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复兴。在教会带领灵性成长班，最近我们在查考出埃及记。那从出埃及记的第7章到第10章，记载了10个灾难的事情。以往在谈到10灾，许多人都会批评说，上帝很偏心呢，上帝只惩罚埃及人，基督教的上帝是种族歧视呢？上帝怎么可以只让埃及人受灾难，以色列人都没事呢？发表这样疑问的人，很显然的，他们并不认识上帝，圣经也没有读熟，他们可能只有看圣经的表面的一些迹象，或是更惨的是，只有听人家说偏激的说法，然后就发表意见了。这一类说法的人，一方面说实在过红海只不过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，在那个时候的人是刚好巧遇碰到而已，却一方面又怪罪上帝只让埃及人受灾难。如果我们要简单的谈到10灾，其实受灾难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。当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时候，就会得到保守。选择错误的时候，就是自己要去面对、承担所选择的后果。同样的，上帝透过先知的预言要降灾难，他的目的也不是要毁坏，而是要来复兴，要来建造，要来提醒、警告，让以色列人能够如同法老王、埃及人有悔改、有认识上帝的机会。阿摩司书第9章11节到15节这样说：上主说，有一天我要重建大卫那破碎了的王国，我要修补他的城墙，我要重新建造，造得跟从前的完全一样，要使以色列人能够征讨残存的以东人，收复属于我的失地。这话是要使一切的事成就的上主所说的。上主说，那日子快要到了，五谷生长，收割都来不及，葡萄成熟，酿酒都来不及，大酒滴流美酒，漫过了小山丘。我要领我的以色列民回归故土，他们要重建破碎的城市，永久住在那里。他们要重新开垦葡萄园，喝自己所酿的酒。他们要重新经营园圃，吃其中出产的果实。我要把我的子民种植在我所赐的给他们的土地上，他们绝不会再被人连根拔起。上主你们的上帝这样宣布了，不再被连根拔起，不再破碎，而是要被重新的建造。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认知乱象是非常恐怖的，但是不需要觉得惊讶，因为呢，在耶稣基督的时代，人们也是如此。他们既批评那些欢喜快乐的人，也喜欢批评禁食服事的施洗约翰。
他们的说法乍听之下非常有道理，但却是自相矛盾。他们不是在建立，而是在拆毁。如同那些犹太人一样，基督徒必须要有信仰的智慧，有上帝的智慧，好让自己能够在智慧的当中被建造起来。路加福音第7章31节到35节，耶稣基督提到了当代的人的矛盾。他说，耶稣又说，那么我要拿什么比拟这些世代的人呢？他们究竟像什么呢？他们正像坐在街头上玩耍的孩子，其中的一群向另一群喊说，我们为你们吹婚礼乐曲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唱丧礼哀歌，你们也不哭泣。施洗者的约翰来了，不吃不喝，你们说他有鬼附身；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你们却说他是酒肉之徒，跟睡棍和坏人交朋友。但是上帝的智慧是从所有接受智慧的人身上彰显出来的。我们的信仰必须要被更新，必须要被重新建造，然后有新的生命，就不再言不由衷。诗篇142篇，求助的祷告。我恳求上主的帮助，我恳求上主的帮助，我高声向他呼求，我向他吐露一切的苦情，我向他陈述一切的患难。我要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他知道我该做的事情。在我行走的时候，我的仇敌张开罗网要陷害我。我左右观看，找不到朋友来救助，我找不到逃脱的路，没有人关怀我。上主啊，我向你求助。上主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今生所需要的一切。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，因为我沦落在绝望的境地。求你救我脱离欺压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大。求你救我脱离灾难，让我能够颂赞你的名。一人将环绕着我，因为你恩待我。恳求主更新我的信仰，重建我们的生命，好使我们活出新的生命，诚心实意的跟随主，服侍主，使人得益，使主得荣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